我聽過一個好誇張嘅故仔，有個阿婆好心幫鄰居做遺囑見證人，點知鄰居喺遺囑度送咗層樓俾佢，結果成個贈送部分俾法庭判咗冇效，阿婆一毫子都分唔到，真係喊都無謂。換句話講，而家嘅法律話明，遺囑嘅見證人同佢嘅配偶都唔可以喺份遺囑度攞到任何注數，即係話如果你做咗見證人，就算立遺囑人真心想送層樓或者筆錢俾你，都會變成唔算數。呢個規定就係為咗避免有人趁機落嘴頭長者，保障份遺囑嘅公正性。所以你以後俾人捉去做見證人之前，記得問清楚份遺囑有冇寫嘢送俾你啊。萬一有提及你個名，就寧願推咗佢，叫佢揾過第二個冇利益衝突嘅人做見證。諗返都覺得牙煙如果唔識呢點，隨時好心做壞事，搞到自己同立遺囑人都一鑊泡。